聲輕輕響起。在這充滿奇蹟的節日裏，聖家學校為幼兒舉辦了一場溫馨洋溢的聖誕聯歡生日會，師生們齊聚一堂，共同編織了一段充滿歡笑與祝福的美好時光。這次活動不僅是歡慶聖誕的盛宴，更是我們為幼兒們精心準備的生日慶典。我們期盼透過這個特別的日子，在幼兒純真的心中播下感恩的種子，感謝父母無微不至的陪伴，感謝師長耐心的教導，感謝朋友之間真摯可愛的友誼，也感謝成長路上每一個被愛與溫暖照亮的瞬間。活動中，幼兒們以自戀的歌聲唱出對聖誕的期盼與祝福，而家長們亦親手製作的各式點心與美食，幼兒們將這些充滿溫度的食物與同伴、師長分享，成了分享愛與心意的最佳橋樑。在這場派對中，每位幼兒的臉上都綻放着光彩，眼中閃爍着喜悅。願這份由愛匯聚而成的平安與喜樂，從校園流淌進每個家庭，願每個家庭恩福滿溢，願每位幼兒都能平安成長，心懷感恩。